2021年頭3個月 BC 省咧賣咗接近6000個樓花單位，2026年頭3個月咧得返大約124個咋，即係話咧樓花市場5年內跌咗差唔多98%。咁問題嚟啦，而家係買家嘅機會啊，定一個警號咧？你好，我係嘉怡，溫哥華嘅地產經紀，今日咧同你講咧就係邊一類型嘅買家咧可以真係而家認真考慮下，邊一類型嘅買家係要特別小心。而家咧行入呢個樓花市場咧，你會見到一啲嘢嘅，就係發展商咧比以前積極咗好多啦。有啲項目咧嘅訂金咧係低至1%，有啲就包車位啦，有啲咧就送裝修 credit，有啲咧甚至乎價錢啊條件上咧都更加多嘅彈性。咁而家仲有一個 GST 首次買家嘅退稅優惠啦，合資格嘅話咧可以慳翻高達5萬蚊嘅噃。咁以前旺市嗰陣咧，啲買家咧就追住啲項目去走，反而而家啲項目咧係諗盡辦法吸引買家嘅。咁所以對某啲買家嚟講咧，今日嘅樓花市場咧真係比幾年前咧多咗好多嘅議價空間嘅。咁雖然優惠多咗啦，不過落決定之前咧都一定要考慮3大因素嘅。第一個因素就係你等唔等到啦，樓花通常需要3至4年先完成啦，咁有時可能仲會延遲。如果你需要快啲入伙 resale 可能係更加實際嘅。第二就係你打算持有幾耐呢？樓花係今日鎖定嘅價錢，幾年後先至收樓。咁完工嗰陣時，其實個市場冇人預測到，可能係升，可能係跌，股價或者轉售價都可能有壓力。咁如果你5年內有機會賣翻出去，咁你就一定要計算清楚自己承唔承受到呢個風險啦。第三就係有冇後備計劃，萬一個項目延遲啦、暫停啦，又或者你嘅財政狀況有變化，你有冇咩彈性嘅方法去處理呢？所以總括嚟講，如果你係合資格嘅首次買家，時間上等得，財務上穩陣，又係真係想長線自住2026年嘅樓花市場咧，可能真係一個值得認真睇下嘅機會。咁但係如果你需要快啲住入去，又唔肯定自己幾年後嘅計劃，又或者你係因為優惠吸引咗心急落決定咧，咁就要小心啲啦。留言俾我話我聽，如果你係諗緊買樓花，你最擔心嘅係咩咧？拜拜。